欢迎收听1月25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平安。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分享的是约书亚记的6章8到11节。约书亚记6章8到11节，在今天呢我们要来祷告的经文在箴言的16章32节，这里说到呢，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而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在今天的经文可说是非常的贴切，因为这个上帝所带领率领的约书亚军队，他们真的要开始打仗了，只是他们打仗的方式跟一般人想的不一样，他们用上帝的方法来打仗。上帝向约书亚说要开始绕城，并且将这个绕城的方式告诉约书亚。然而这些以色列人其实他们是没有听到上帝亲口说，他们是因着信服他们的领袖约书亚，所以就照着他的话去行。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当约书亚一声令下，这个军队就有先锋部队走在最前面，然后有这个吹着号角的祭司们就跟着，然后一路上一直吹着号角。再来是抬着约柜的祭司，最后是这个后卫队。这个过程当中，祭司吹着号角，但是约书亚却命令这个军队不要呐喊，除非他有下令，不然大家都不可以出声。然后约书亚命令他们抬着约柜绕城1周，绕完之后就回到他们的营区，就在那里过夜了。这段经文写得很快，几节就把一整天下来要做的事情简单的交代。不过在这些细节当中，我们却会发现他们所做的事情不但对一个战争来说非常的不合理，他们所做的方式可能我们外在没有什么声音，但我们内在就会有更多的声音。是不是有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这样，可能外在没有给我们这样适当的空间或是机会去说出一些想要说的话，可是不代表我们内心就没有声音很多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自己思想的时候，想要安静下来做一件事的时候，你会不会发现其实我们内心比我们外在的这些环境可能来得更嘈杂。甚至有些人当他们真的想安静下来的时候，内心的声音多到他们非常的焦虑，睡不着，想不完。其实我们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然而在今天这些以色列人们，他们没有声音，不是说他们的内心没有声音，他们的没有声音或许在那个时候是因着他们相信上帝的带领。还记得不久前当他们过了约旦河，来到约旦河西的时候，竟然就在那个宽阔的地方，危险的地方，不在过河前割礼，竟然在过河后割礼，这不是要他们的命吗？但是上帝却在那样的境况当中完全的保守了他们。我想这样的经验也帮助他们在接下来要面对耶利哥城更靠近这些所谓的敌人的时候，他们心中更有笃定。他们嘴上没有这样的声音，我想他们的心里面更有上帝的话成为他们的声音。他们这样子的一个行动，我称叫做无声的信心。要我们没有声音，有的时候真的很难。可是我们能够没有声音的关键，在于因为我们用上帝的声音，用上帝的话语来成为我们的确据，使我们内心有笃定，不再怀疑。也或许我们在面对这样一个绕城的环境当中，外在给你很多的声音，我们不确定那时候的耶利哥人有没有看到他们。以耶利哥城真实的大小来看，其实是非常容易看见他们的，甚至可能在那里讽刺他们，嘲笑他们，甚至
可能可以拿石头丢他们，或者是拿箭射他们。但我想比较后面这些比较危险的方式，可能会造成更大冲突的方式，好像没有被写出来，或是它并没有发生过。然而当他们在绕城的时候，我想这些可能都会是心里面的一些声音。不过上帝仍然保守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每一天都去绕城，每一天都在约书亚的命令当中，井然有序的，按着次序的，按着上帝带领的方式，他们就照着去行。虽然在别人的眼里看起来可能是非常的荒谬，或者是想说现在上帝又要带领这些以色列人搞什么鬼，但是耶利哥人想不明白，以色列人可能也想不明白，但他们知道上帝一定有他的方法。上帝是信实的，他既然说，他必然会做到。弟兄姐妹，你相信吗？上帝对你的应许，他既然说了，他就一定会做到。可是我们愿不愿意来回应呢？我们有没有这样信心的眼光、行动，还有信心的无声呢？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一个疫情看似严峻的时候，我们更要来依靠这位信实的上帝。他应许我们的绝不落空，因为他的话必要应验。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面对这个环境，可能我们没有说出一些我们内心的声音，但主，我们内心的确有许多的声音。主啊，我们真是要来求主，你帮助我们，用你的话语来替代我们内心的声音，用你的话语来建立我们内心的声音，也用你的话语让我们来脱离一些内心的声音，好叫我们面对这些外在声音的时候，面对这些我们不明白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因着你的话语，我们就能够刚强站立。主啊，你说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主啊，我想能够让约书亚这个带领的军队得胜的关键，就在于这些人他们将自己的心交给你。主，我们也愿意在一天的开始，我们要将我们的心交给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愿上帝赐福你，让你内心充满上帝的声音，以至于我们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都觉得很幸福、很喜乐、很有盼望。我是思贤牧师，我们下次见。